这个成长过程内底阿爸所扮演的角色是啥？我感觉伊就成一个足严格的教官，伊是一个教官。伊早是迄种，比如讲开车开伫路边，有人无小心甲伊超车是安怎，伊会停落来，甲迄个人叫来。伊是这种爸爸。我坐伫后边。哇，这其实对囡仔来讲压力足大的呢。是啊，但是迄个人甲伊看者，因为甲伊爸嘛，甲伊看者尔，伊想讲你是在看啥？伊会甲伊拖度的迄款，拖度迄种诶，对哦。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送来开讲。日头行到尾流，鱼仔月娘记伫咕咕扣。规个冒险少年，彼丛大树，天天爱欢喜。飞伫有人下愿，咱拢野手，拢对未来笑谈。袂见平凡，车拢自由。兵甲拍日伫天阳，现实逐工急面手。一大挂爱恋爱闹爱梦囡仔，予你一北去。我同款的衫，定定飞去少年时，黑白豆瓣光辉啊！在路去一线一线，苦海无挂，人想去倒位，敢有人去看？啥人也咧梦。听故事透心事，台语话万事，大家好，我是阿德，希望你今日平安顺遂，过了欢喜。今日开头有听到一条歌，这条歌叫做《办公会》啊，这是柯富凯台语的金曲歌王新出的专辑内底的歌。当然，我都无啥可能讲放这条歌啊，邀请其他的人来到咱现场，实在是无合理哦。这条歌的代志，那么咱会好好来讨论。不过我感觉先爱补充一件代志，就是你若有听过我甲友人伫咧电台的节目《天天半早起》，其实我已经有访问2集富凯的访问啊啦吼，所以其实有真侪代志伫咧内底讨论啊。所以咱今日伫咧开讲对谈的这个内容，会伫咧这个基础之上，我袂搁伫咧频道前，我重新问一解，甲头前已经问过的代志吼，可能有一寡延伸，所以大家若有想要知影搁较济吼，凡是会使先去听迄2集吼，迄2集较短啦，1半点钟听煞了后，搁来听这吼，搁较深入、搁较点到的讨论安尼。可能会使更较了解，无论是这个人，或者是这个专辑本身，所以先请富凯甲大家小讲一下，好不好？阿哥有安所有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富凯。今日真正是真欢喜吼，邀请到歌王来到现场啦。不过顶边吼，伫咧电台边录音了，其实我有互我的 partner 吼友人一个评价嘛，因为本地你都甲友人有熟悉，是，但是我甲你本地无熟悉嘛，当然知影你这个人，我无可能唔知，但是无真正直接过嘛。啊，我录音煞了，其实我甲友人讲，我感觉这个人就真实，真实，嘿，真实就是。伊毋是讲敢若有个人会激一个开啊，激一个只是安尼尔，有个人伊会较无愿意表达，或者是家己保护了真好。嘿，但是我感觉你是一个
等到你有趣味的代志，或者是你感觉这个物件就好耍的时候，你会愿意去表现出迄个你对这个物件真有兴趣，或者讲你感觉这个物件就好笑的哈，啊，愿意顺这个话尾做伙去耍，愿意做伙耍这件代志，我感觉这是一个互我顶边伫咧录音的时阵的感受安尼。是，我感觉这足趣味啦。当然，迄时阵咱有提起到你的新专辑《红阿咪》这个作品，对啊。毋过因为当然一来时间加规个主题的关系，可能无法度有伤侪讨论，所以迄当时我才会当场甲你邀请讲，你敢有趣味来试看卖咱来讨论卡专辑本身？是。因为这段时间来，拄像你来讯，咱嘛有伫讲嘛，讲出专辑的时候去参加这个选举共款，逐工走摊，爱讲家己的迄个证件的，差不多意思对无？我警察无死去人握手啦，吼，去上台讲话，是，不管说是老嘛会啦。但总共一句就是，其实我知影讲有真侪节目款式无法度讲完全好好来讨论作品本身，这是有可能。当然每一个节目的主题嘛无共，可嘛唔敢保证讲伫这个节目内底，你就一定是完全是讨论作品，因为比如讲我有我关心的议题，对，我注重的代志吼。但是只是讲我想要把这个物件结合伫你的作品内底来看。红阿咪这个专辑，我想也是互一寡这个阿未真正注意到这个专辑啊，吼，咱这个宣传。未到你遐，等下刷时间嘛，吼，消化的时间，你还个无解了解的这个听友，咁咪使先互伊打开啊，了解一下这个专辑对你来讲，今年出这个专辑的这个想法啦，是啥那安尼设计？阮的专辑我唔知叫红阿咪，是，因为迄时阵，阮只是想讲先把歌拢收来，以旋律好听为主，然后再个请一寡老师来写词，是，对啊。迄时阵我伫个专辑咧收歌的时阵，我有互我的计划一个方向，一条歌的方向，就是我想要一条较小的歌。是。然后本地要去收歌，到尾伫迄个阶段，拄好有一个老师叫潘协庆老师，是潘协庆，对，伊当我甲伊即首歌就互阮公司叫我听看卖啊。我一听我就想讲，哇，这条歌就是我心内想要买迄种就小的歌。你认为这条歌小哦？你现在认为这条歌小？因为伊甲一般俺听到的真正的台语歌的方式无啥共款确实，对，所以伊较舞台型的歌啦。你这个形容我感觉袂歹，因为我嘛一直想讲。我伫听这条歌的时阵，到底要安怎去形容？因为伊互我一款较特殊的感觉是一言踏一言，一言踏一言，后壁愈来愈高，就像一个戏剧、电影啦，这款的感觉就是头前也有一寡故事的铺排，但到后壁一定要怀疑讲史诗级的场面，你看就是就是愈来愈澎湃这款的画面的出来的感觉。那我想就一直想讲，这伫咧台语歌内底，唔知要安怎去形容这款的歌，我较罕听到这款塔法，对啊，所以我嘛在想讲，对我利用到这个，你讲互伊较先有一个舞台的感觉、戏剧感觉的歌，我感觉这是真拄好真大吧。但你讲笑啊，我家己真介这条歌，我本地就是你讲笑是迄个。因即届伫咧专辑宣传上会定定讲起，咱定讲专辑宣传，敢若拢需要有一寡较，大家感觉讲敢若无共款吼，敢若爱摕一个就有一看到看有诶，诶歌，我敢若无法度只是甲大家讲，即个专辑就好听，就歹用即个方法去宣传，所以咱就爱抓出一个，比如讲58度即款诶，即个主题，互大家注意到、注目到讲，有一个真特别的代志。可见你的笑其实甲技术本身无相侪关系，较少啦。对你来讲，技术已经毋是上主要的问题。对。回到更较原初的这个，你原本开始学歌这件代志，然后我想这个代志伫咧你的真侪方面内底，拢会一再提起啊，然后包含讲阿爸担无伫你嘛，所以这段时间其实嘛有真侪讲起的这件代志，是，尤其这个有演唱会嘛，拄好伫8月8号嘛，所以拢有牵连。啊，伫咧电台节目的时阵，咱其实嘛有讨论着讲，这是自细汉唱歌这条路是阿爸铺排的。我一直对这件代志有一寡疑问就是比如讲睡眠上这我已经拢知影，所以请听友家己去听电台迄边天天半在听的节目过我电脑较好奇讲，比如讲阿爸伫唱歌这方面嘛，所以讲足严格照你讲我听起来其实是真正是管足严的啦。军事教育啦，你拢袂想讲严官付出教材这件代志，就是
我比如我知你20通岁啊时，其实有一段时间无想要去唱歌，你要去明日先进前有一段时间想要放弃，敢毋是？大概是19岁、20岁时阵，这边回来的时阵。你莫甲我讲甲2工哦，无啦，因为差不多要1冬啦。迄一年的时间，你要安那去甲阿爸去讲这件代志？这内底敢有什么款的冲突？我是感觉伊咧陪我做伙等。哦，安那讲，你是安那对伊表达这件代志啊？我嘛无表达，其实踮厝，我拢是踮厝做我家己的代志，因为迄时阵嘛无工课，嘿，所以伊嘛袂去讲破这件代志，为伫伊的踮厝。所以伊嘛袂讲啊，你那最近拢无去比赛，无去找者唱歌啊，去驻唱啊啥咯，嘛会使啊，拢无。无比赛这件代志是伊拢会知，所以伊嘛袂问讲爱安怎，因为之前拢是咧安排嘛。伊敢会传一寡，比如讲，这倒要有比赛，倒要比赛消息互你。袂，迄段时间电都拢无，拢无。嘿，对，是然后我去接到舞厅的工课，去驻唱这件代志，我开始，对，所以才有工课。所以迄段时间我是拢踮厝，小对象嘛无一定爱讲着唱歌济啦，嘛无讲你无想无你去找个头路啊啥，迄是我家己想的，我有想到这件代志，但是伊无讲，阿爸伫等啥？我感觉这是一个最特殊的情形呢。我感觉，因为我们之前拢会看一寡电视台有一寡比赛，所以伊感觉伊心内应该有想讲，机会应该有过来啊。所以伊只是想讲，伊不是等你，伊是等电视台的比赛哦。因为我迄这边的时阵都明日之星这个节目嘛，是，所以我是想讲我若放假回来，我想讲伊咧看这个节目，我是毋是过无偌久我就去比赛？迄段时间的歌唱比赛足济，长时间对无？各大拢包含这个可能华语为主的，咱知影中视的啦，对，真正迄个陶晶莹主持的嘛，还有李菁，这两个嘛拢足大众，有的人嘛真正变歌手嘛。你是参加面试的嘛？所以伫迄进前，我伫想讲，伫迄进前，你有一段时间可能较无接触唱歌这件代志。上播安尼会是阿爸无？看来伊是拢个点拢无讲。你家己观察伊，我感觉你对阿爸的反应应该是敏感的人。你才会比如讲，今日伫练歌，那伊小可大位也无欢喜，其实你感觉会出来嘛。所以你伫无做唱歌，毋管是无去比赛，无做唱这个代志，阿爸的反应，你敢有去甲观察，还是去感受到讲，伊当伫想啥？基本上，阮爸囝都只有咧讲话。你爸囝真正讲话，因为阮兜我甲妈妈咧讲话较济，阮兜3个囡仔，阮甲妈妈较会讲。我就是一直想爸囝关系这件代志哦，爸囝的关系是一个真复杂的代志，伊对你是真严格，但是你严格听起来主要是伫唱歌方面。对啊，生活当中咧，生活当中嘛是会管啊，嘛是会管，伊是负责管的迄个，做后面的迄个。对啊。是后面的，所以就是像咱讲传统的，就是伊可能甲囡仔无伤济即个感情的交陪来往伴暖安尼。足少会讲到什么心内话，根本就无咧讲这样，根本就无咧讲话，根本就对啊，嘛袂去讲到迄，所以踮厝就是伊若倒来到厝的时阵，伊早细汉的时阵，伊若倒来到厝，阮是囡仔拢去房间眯起来嘛，因为倒来就是要看电视嘛，阮看拄啊拄啊，当精彩时阵，听到迄门开的声，爸爸等下紧闭起来。阿爸伫外口，对，就是安尼，怎么收啊呢？不过这是一个足奇怪的代志，这对照着你的专辑内底迄条歌，我的心肝宝贝，因为你是写互后来是写互阿爸嘛用你的角度去看待阿爸的离开，歌词内底的感受是安尼。36年，你36岁的时阵离开嘛？对啊。36年来，你所熟悉阿爸，我真想要知影讲，对你来讲，伊到底是什么款人？因为我的心肝宝贝是送伊离开无毋对。毋过伊咧背后，像咱拄一直咧讨论，到底即个成长过程内底，阿爸所扮演的角色是啥？我感觉伊就像一个足严格的教官，伊是一个教官。但是对我来讲，亲人应该也爱有一寡感情的交流。但是，敢若我感觉伊就是传统一款，即个阿爸拢安尼嘛，然后都感情是讲袂出嘴的。对啊，伫咧伊离开我出道，因为我今年15年嘛。伫要伊离开进前这10几年，其实伊个性变较软啊，是。有啥物代志会当直接甲伊讲，用讨论呢。所以你后来开始有学习到要安怎甲伊讨论。对，可能年岁有看代志的方式嘛，较无共款啦。
伊早是迄种，比如讲开车开伫路边，有人无小心甲伊超车是安怎，伊会停落来，甲迄个人叫来。伊是这种爸爸，我坐伫后边。哇，这其实对囡仔来讲压力足大的呢。是啊，就是迄个人甲伊看者，因为甲伊爸嘛，甲伊看者尔。伊想讲，你是在看啥？伊会甲伊拖度的迄款，拖度迄种诶，对哦。因为我毋知听友是毋是有一寡人伫赛车时嘛，有发去讲路怒症，对无？就是平常时人嘛好死好死，毋知去掠着迄个韩道路人就怪怪安尼。伊算是讲，伊开车嘛正常，只是迄个人甲伊醒一个也是安怎尔？伊就会压起来啊！这对车来，因为车是一个细细啊的空间，所以对坐伫车顶的其他的人，不管你坐伫后壁坐伫副驾驶座，迄个压力其实足大的呢。足紧张的啊！对无？伊先落去，我想讲啊，惨嘛要安怎？因为我知阮爸的个性。啊，你有先甲车门锁起来，无你无你爱保护家己的安全啊？是嘛无啦。无啦，迄个人尾仔阮爸落去的时阵，伊家己看，然后可能阮爸爸，因为阮爸爸就是迄种面相歹看的人，伊是较歹看面迄款，歹看面迄种人，所以迄人嘛惊着吧。哦，所以你社会走跳，当下迄个面较有效的，对吧？较有效，对。所以我伊是面歹看面，啊，毋过伊心中软的人，对。伊吼对台湾这囡仔就是，伊嘛袂要求讲你的读册成绩要偌好，对吧？啊，你主要卖学歹就好啊。你要安怎发展拢会当。伊敢会讲迄款话，就是讲免你趁偌济钱，免你创啥，但是对时大礼貌爱有，看到人该叫爱叫安尼。是，伊就是这种人。传统的阿爸就对啊，看人爱叫啊，你想讲这等是什么人，我嘛毋知伊爱叫啥。就是要求这款礼貌，一定爱有安尼。对，啊，还有对我感觉是阿公阿嬷对伊嘛是都毋好讲，酷刑，你是讲酷刑，嘛毋是酷刑啦，就是因为伊是大囝嘛，所以期待较济，所以伊的责任排伫身躯较济啦。啊，因下骹有5个兄弟姊妹。安尼敢有想讲好佳哉，我是慢仔囝。你讲我嘛？系啊，你上细汉嘛？对啊，对啊，有咧，有安尼想。啊，无你若个大囝，啊，个拄好伊若认为是你要唱歌，哇，不得了。可能日子歹愈歹过。伫即款的关系，毋是讲关系无好，但是感情真歹去讲，讲交流，感情方面的交流的情形，要写一条歌，敢袂困难？是对你来讲，就是毕竟就是阿爸，所以我就是我的心肝宝贝，我要写，我就是写出来啊。这个底敢无什么？你伫回想伊伫写歌词的时阵遇到的困难？其实迄时阵我上早是因为无对象嘛，我是听凤飞飞的《心肝宝贝》，是，然后有灵感安尼写出来，因为迄无对象，所以伫阮爸离开了后，我想讲，要首歌我甲我手机内底这迄个资料显出来看一下，佮有这条歌，歌词甲改一好啊，因为想讲，讲爸爸离开啊，这条歌拄好会当讲到这种亲情的感觉，所以我就甲伊进前所伫咧异地的时阵对话一寡方式，譬如讲会写配合我这种代志。这已经算讲是以迄个时代查甫人来讲较 romantic 的迄款的写配合你。因为做改写毛笔，写大字迄款的。然后伊拢淡厝无聊，譬如我练歌的时阵，伊就是伫伊的办公桌遐底下写。所以伊写互你是心酸的对，因为伊比较认真，毋知要写啥，无我写一物件互你啊，我煞毋知要抄啥。无你到做伙我会安尼想。伊嘛是写，因为我细汉的时阵，我咧学写字，伊是一直边仔看，所以有这人讲，是不干你写字嘛袂歹看啊。我讲这是阮爸逼出来啊，是伊逼我唱歌，逼我写字。伊讲你册读无惯不要紧，读无这不要紧，毋过你也写好水。伊有一寡伊认定的规矩，就是做人做到这的代志做到到想要紧的呢。对哦，这是因为伊可能细汉刚刚佫需毕业，可能佫无毕业，是，所以刚刚讲这是伊的遗憾吧。伊那可能嘛，就爱弥补伊早无法度完整去到伊大部分做严肃，毋过伊对我是做趣味的人啊。对我是讲伫外口，其实是大家感觉这个人真好，算真趣味，真好斗阵安尼。是伊对别人的囡仔嘛是安尼。怨叹这件代志无？你是刚刚讲上才是你生，我爸爸是有人格分裂啊，是。
对哦，就是别人的囡仔，我也免有对伊有责任嘛。电脑头想是安尼啦，但是当下做迄个囡仔的时阵，应该毋是安尼想啦。我想讲，为什么对别人拢较亲切、较温柔？我感觉这条歌真趣味，就是我确实伫咧听的时阵嘛，想起心肝宝贝，就是凤飞飞的歌嘛。拄好我前几工啊，伫路边啊，都反正开讲时拄着一个阿某，真少年的阿某，囡仔佫真细汉。就伫讲起着对囡仔讲台语的代志，伊就讲伊毋是台语家庭，毋过伊嘛会希望囡仔台语会使豆豆啊愈来愈好。对啊，所以伊伫囡仔不倒底，唯一唱互伊听的台语歌，就是《心肝宝贝》。心肝宝贝可能是真济台湾的阿母或者阿爸伫囡仔佫伫不倒底或者拄出世的时阵，会唱互伊听的歌。我感觉这条歌拄好甲我的心肝宝贝用两个颠倒头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代志，是真趣味的一个对照。我会感觉讲听伊反射会使试看卖，就是听心肝宝贝，听煞听我的心肝宝贝。这是一个生死，拄好一个是出世，对啊，一个是死亡离开，就是来到世间甲离开的对照。你的歌原底就已经甲这条歌有关系，有当时听歌反射会使有一款无共款的做法，去对照这两条歌的情差，去回想，就是真侪人拢是安尼讲，手抱孩子才知爸母死。其实你若有囡仔的人去听这个歌，我感觉迄个心情会就无共款的，不管是因为有囡仔的人，其实嘛表示讲。你可能要有迄个心理准备，你刷落来一定会有机会会送走你的四大人。因为咱的岁数就是安尼。是啊，当时你可能嘛迎接到新的生命啦。所以两边的迄个对照，甲一条歌对照，心肝宝贝，我讲是足趣味的。是，而且毋若甲别人的歌对照，你家己个另外一块歌是一块专辑内底会记得哦。佫是另外一款电倒头啊！对我来讲，虽然这条毋是你写的嘛，这是潘协庆，我无记唔对，应该是伊所写。伊是伫写，我所看到资料是讲，伊是伫写四大人脱离险境了后，因为你阿爸是真正就向破病嘛，拢无甲出来讲嘛。所有听友吼，你若是较有慧人，请你毋通安尼做。我是想要甲大家讲一个。那辛苦白听哦，到底无爽快。我感觉对囡仔来讲，相信对你来讲嘛是同款。互我知影，互我有迄个心理准备，去面对这件代志，会比打一工雄逼出来啊，已经足后尾啊，前尾步啊，你才甲我讲，迄个活伫世上的人的接受都是无共款的，完全无共款。所以拄好有这条歌会记得哦，是大嘛是破病啊啥总共一句就是脱离险境了，迄个囡仔逝世的心情，我感觉又搁有另外一款对照，甲我的心肝宝贝伊离开，而且有这个过程嘛，就是阿爸是雄，但你察觉到伊破病拢无讲嘛，所以你知影了后，免偌久可能就是你需要去面对送伊离开这件代志，甲这个会记得哦是脱离险境，两个去对照。你唱这条歌的时阵，敢会去回想你家己的，比如讲阿爸伫上尾仔可能2-3年啊。伊的身体啦，我感觉咱你这个回旋伫翻头看四大定拢会有，敢若每一遍倒来看到伊，敢若变甲较老啊。迄个变化是你深深感受会到的。你伫唱上敢会去对照到这个代志，包含你家己的经验，还是讲你甲阿爸之间送阿爸的经验？其实拢会想到。毋过因为迄时阵我录这首会记得的时阵，是我大感冒，然后无声的时阵，嘛是爱唱了。就是唱，毋过爱休困，因为我真无失声，无声。是小林老师就讲，你今仔莫唱话，你先等伊迄落，然后这才是正常人的反应，你知道？因为你爱试啊，你爱试讲，我虽然感冒，毋过我看会当有些有诶制作人会介意你破病时阵的录音。是伊种唱出来感情会无共款。有当时确实是。对，毋过迄种我当是无声。然后就搁找另外一个时间就去录。迄时阵就有甲潘协庆老师问，讲伊写这首歌的出发点是安怎？是，对，就讲到因老爸老母，然后因爸爸因为脱离险境，好不容易救回来。然后伊看到妈妈安尼陪伊，对哦，因为因爸爸妈妈因拢要90几岁啊，是，足长寿的，所以伊会感觉讲，这世人会当有一对翁仔某，莫讲家己的老爸老母啦，一对翁仔某会当安尼行甲
这个会手，这会陪伴，互相扶持，所以伊看就感动，才会写出这首会记你哦。所以我迄阵听这个故事，我感觉就想到家己的爸爸妈妈，因的感情是好的，好啊，是好的。虽然吵闹闹都一定的嘛，差不多拢是。啊，毋过你也看伊吵闹闹的严重性，是，就是逐工无吵一个，规份书无爽快。对，所以就想到因两个。阮爸甲弟的甲我妈妈的生活一寡相处是安怎？你会去想到，搁较头前一述啦。对，你袂去想讲啊，若是迄时阿爸破病了后嘛，甲即条歌共款，以后来会使脱离即个险境会偌好，还是讲你认为讲这都是注定的？你是较宿命论，即个就是该拄着就会拄着。对。因为进前咱伫咧电台访问的时阵，其实有讲起着阿爸的代志，像我感觉你会有一款态度，就是虽然人嘛是会艰苦，毋过你接受即件代志。就是敢若人的人生总是有行到尽尾的一天。所以虽然艰苦，毋过认为讲伊嘛无什么遗憾，无啥，所以我感觉嘛是会使有一款祝福。是，有时啊，我咧录的时阵嘛袂想到家己厝内底人，等到是我甲这个歌迷。因为有时啊，你去一寡，比如讲，你讲你的歌迷嘛，险境啊，是无？毋是，就是讲会记得就是我会唱歌嘛，是因为伊的支持，所以我爱，譬如讲我去比赛的时阵，有这个歌迷来甲伊支持。我想到会记迄时阵是。比如讲演唱会的时阵，恁来，我会记即个当下。我所唱的歌，恁所听到的迄种感受一切其实拢是会去甲记起来较要紧。因为这首歌是我去年一个演唱会，台北、台中、南部这三个所在一个巡回安尼，对，所以伊算是我这个巡回演唱会内底的主题曲，对，所以就是希望讲，不管做啥物代志，咱就会记当下，对。你虽讲是真活伫当下的人。马上是诶，我感觉你敢若是较即款的人。我准备爱想过去悲伤的代志，我感觉迄是人，但是爱对头前看吧。这拄好诶，对照着后壁，我嘛想要甲你讨论就是《故乡》这条歌。《故乡》歌，应该是迄个小朋友小黑老师的作品嘛，伊的作词。这条歌其实有伫讲一寡人生当中。你的人生有真侪过客，人的人生拢是共款，内底可能就留下真侪，即个咱讲婚嫁有亲有亲，相混，有轻有重安尼吼，可能是一寡相混安尼吼，包含你比如讲咱头前讲到亲人的离开，无论咱偌接受，可能凡事是有一块物件无去啊，毋是讲这个无去到话，那就是咱总是人生有这个代志发生，是咱就是。伫学习甲伊斗阵接受即件代志，毋过伫厝以外人生遐对你来讲，毋是像亲人较重的遮个过客，可能是真正交往的对象，可能是朋友吼，后来大家都各种原因无做伙耍，无做伙安尼，逐工见面啊，创啥，遮个婚嫁虽然讲无一定遐尼明，毋过三不五时咱嘛是会看到遮一只遐一只嘛，今日去到即个所在。过去我甲某某人可能有来过这个所在有来做一寡什么代志啊？你家己伫唱《食朋友》这条歌的时阵，伊所写就是伊词确实就厉害，先讲伊伫写这条歌的时候，我讲迄词够水的。你伫唱这条歌的时阵，决定用什么款的方式来表达？因为其实我看到一寡宣传嘛，伫讲你的唱出来的感觉，甚至超过《食朋友》本身的设想。表示讲你对这条歌有你家己的一寡解读，或者是你想要放什么物件伫咧内底？阮每一遍要录一首歌，我会先听伊的形。伊形是什么意思？就是伊雄听起来，互你什么感觉是无？就是我用什么方式，用什么轻重是来唱这首歌。我听到这首歌的时阵，我用一个足轻的方式，因为故乡嘛。伊毋是互你刻伫，伊虽然刻伫你的心内，毋过伊毋是足重的，伊是互你半暝想到，小可微微听呢。就敢若有一寡人无说是即个车祸事故吼小可骨折，但是无足严重。好了后，你就当着变落雨天，小可酸，讲袂出来是安啦。遮敢若倒遐快，
嘿，就像迄个感觉，但是明明都唔是啊，迄个感觉哦，就这人超了，迄嘛是一个鼓声嘛，讲袂出嘴，就是干他检查拢无物件，伊就是伊天气的关系，啊讲袂出，啊啥那跟天气有关系嘛，讲袂出来，讲袂出来，对啊，所以我迄时阵咧唱的时阵，我想讲我袂当用伤重的口气去唱，因为若伤重可能对这首歌。尤其是编曲嘛，毋是迄种就重的风格啦，所以我的咧唱的时阵，就用一寡较气声的声音，因为相当唱出来听起来，敢若无你我会死，迄个感觉安尼都毋对啊，无因为你已经行过啊嘛，无严重啦。我发觉你会就用技术的角度来去看，要安怎破败这条歌去表现。创作者本身想要表达的气氛，还是想要表达的这个感受？因为对我来讲，每一首新的歌拢是一个新的剧本。剧本，咱之前嘛讲起到演戏这件代志，对，所以这帮助我足多。你就是每一条歌其实都是你去扮演某一个角色，是同款是食名优的词，办公会啊，咱拄开头就放的这条歌，佫是另外一款，伊伫讲这款较少年家。大家讲归汪归党哦，较早拢会讲，你莫咧逐工去出去甲人汪，我毋知大家敢知影汪这个词哦，恁敢有安尼用过？汪我毋捌听过，啊，毋过叫归党是有啦。我就讲归汪归党，逐工出去汪，汪就是甲大家安尼啊，你遐我伫啊，出去耍啊，去创啥安尼哦。当然这是一款友情，友情其实嘛是一款感情啊。就我所知，因为细汉就一直有这个严格的阿爸伫咧看教你的唱歌，所以其实你家己的时间是，我想应该是无介济。讲一工要练到2点钟的唱歌嘛，囡仔一工有2点钟，通啊算得已经了不起啊！你搁去唱歌，对啊，你敢有这款的朋友？细汉无，你讲即我即马手机啊拍开要靠迄个国小的朋友，也是国中的朋友，我是无的。细汉时敢会唱伊呢？甲朋友讲啊，招好，咱下昼走去倒遐钓鱼啊，掠什么物件？无迄种代志。我是尾后伫读高中的时阵，较有家己的空间，因为在。基山伫算高雄县嘛，是。啊，我读的迄个学校是高雄市，所以譬如讲，若要下课要等伊到厝的啊，是安怎？我有家己的时间较济，会使拖较久一些。咱拖较久，所以咱甲朋友安尼要同学安尼会当交陪较久啦。所以讲我即摆啦会当找同学，就是高中的。我听这条歌时阵，确实会去想起讲啊，我细汉的时阵，比如讲会走去学校下课啊，我走去学校，阮可能尤其。这个放冬啊，毋管是迄寒迄热的时阵，阮都会用迄个竹仔枝啊做这个枪啊，去顾迄个学校头前迄狗仔底有鱼啊，还有迄小龙虾啊，做激个，系啊，就是拢伫做这个代志啊，无就是去顾下课，就去顾迄个甘管啊，宜兰人讲甘管啊。其他所在每一个所在讲法拢无共款，就是蝌蚪，嘿，宜兰人讲甘管啊，阮就会去顾遐物件，炸碲啊，啥都是。细汉的记忆确实是拢伫算这的物件，但是因为我知影你细汉的大部分时间伫练歌，所以我直想讲，你伫唱这条歌的时阵，可能袂是遐尼囡仔时的迄个记忆，对无？无，你若讲要什么，甲你很多讲要算遐的代志，拢是甲我的表哥啦、表姐迄种的。甲亲情也是有机会通算一个，有通算啦，等于阿公阿嬷的厝遐就会当算啊。你若讲要甲同学是无法度的啊。这其实嘛，牵涉着讲，咱都一直讲技术这件代志，就是咱人生有当时无可能人做的歌，咱完全拢甲伊定塔嘛。无论是年岁啊、时代啊，还是个人的经历拢无共款。要去表达迄个歌的感受，真正是需要透过扮演这件代志。还有制作人最重要。因为讲一个故事互伊听，你才会当去感受嘛。所以这首歌的制作人嘛是小黑老师，是，对，所以因为经过伊的解说，伊才会当讲原来这首歌我用什么想法来唱。所以你若是唱歌的时阵，迄个带头的人是制作人，你若是搬戏的时阵，迄个人其实就是导演，两个角色是差不多啊。对一个专业的歌手去，因为你是一个，你毋是半路出家迄款的歌手，但有即个创作歌手，可能伊想要表达的是家己的意志、家己的想法、家己的生活，所以甲
为细汉训练起来，有法度去好好做一个演员，其实是一个唱歌演员这件代志。我讲是就无共款的两条路。无共款，对啊。但是时间到这，咱先来歇困一下，听一条歌，就到回来。昨暝烟花放甲亲像花栽，厝边隔壁看甲笑嗨嗨。手捧，手捧，吃精彩。你的使来，我嘛会当了解。我的有出你敢我不知。手捧，手捧，真无奈。感情的世界，无啥物应该。我是徐富凯，你今麦收听的是阿迪来开讲的台语单元。台语话故事，我今仔日咧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来宣传我的新的唱片，叫做《红阿米》，这是我第11张的台语唱片。今仔日咧要来大家分享这唱片内底所有的一寡故事啦，希望咧大家听会欢喜，会感动。咱做伙听故事，讲台语，耍文化，北台湾。那安呢，咱就继续听落去。昨暝烟花放甲亲像花栽，你的嘴皮结甲碰晒晒。手捧，手捧，无奈，感情的世界，无啥物应该不应该，好天来出门，有时也会拄风台。未来的世界，我来照顾你。好，咱听歌了后，继续回来吼，拄则听的歌未决定，录音的时阵还未决定吼，咱到时听看卖是什么歌啦。不过伫这段咧，我想要先讲起3条歌，无的确位内底拣吼。一条是《爱你敢有梦》，一条是《Chill All Night》，另外一条是《手捧》。这3条歌，你敢会感觉到我拣这3条歌有什么款的特色？因为拢是劲歌。有一寡关系是无毋对，不过紧我感觉是一回事，上要紧是伊有一款现代性。我伫讲现代性，当然有当听起来足奇怪，就讲讲其他的歌足古早，毋是是。咱知影讲台语歌有，但是咱有一寡基台的迄个理路台语歌生做什么款？比如讲爱安那放这个声入去啦，吼，伊的这个旋律伊的曲是安那行，有一寡基台。讲这款歌好唱，讲较实在其实就是好唱。伊有商业性。大家有当时会讲古早的歌，拢只比前拢较算啥？其实伊有当时嘛是一款商业的考量嘛，市场爱啦，其实市场爱，因为安尼才会好唱。你入去到 KTV 唔才有钱通摕，这是事实的代志吼。但是即马的人伫咧唱台语歌，这几年咱会使看到真侪歌手，因所唱的，甲咱拄则讲的，这个印象当中的台语歌真无共款。可能伊就是安尼，哪嗨哪唱，你甚至莫讲颠倒音无法度处理吼，佫较侪奇奇怪怪的问题。伊的这个发音啦，或者啥，甚至是伊就是要表达伊家己的感受尔。当就是一款的歌曲，甲你伫唱歌其实是真无共款。咱顶半段的落尾其实冇讲到这件代志，我就是伫讲这个。这3条啊，当讲这3条，我讲伊有一款现代性，就是伊有迄个气味，就是较无像过去的咱当讲的传统印象当中的台语歌。毋过又个毋是咱拄则讲的即款，就是较
做家己，或者是完全为家己来出发的这款的台语歌。是，我大概袂用新台语歌去形容啦。我感觉每一个时代拢一定出新的歌，对啊，无一定讲代代志，无一定爱安尼去分啦。哦，只是讲像这款有一寡特色的歌，咱听会出来，伊甲这两款拢无共。吼，伊毋是就传统的歌，但是伊嘛毋是咱当讲的这款就新的人的歌吼。你家己安那去看待这款较无共款啊，甚至凡是带有一寡试验性。我有阵感觉讲这歌内底有一寡试验性，你想要试看卖？这个歌安尼唱会使无？安尼唱会使无？迄个感觉。这3首歌有一个最特别的代志，就是3个写词的老师，比如讲武雄老师是。个有廖世贤老师啊，是，大拢知因的台语拢写足好诶，嘿，没错，对。然后写曲的拢是当然迄条秀蹦是廖世贤老师家己写的曲，个有词是。你讲爱你讲我忙这首歌是因为这个乐团是 Iceball 写的，所以迄时阵找武雄老师来写这个词的时阵，基本上阮就是想要做一种顶一辈。甲现代人来人，因会当合作会变出什么型的歌呢？就是你当看到这个型，对，就是因为武雄老师伊本身嘛是，毋是想讲拢写作传统的，是，以前变漫画的啦，对啊，所以这首歌交伊的心内想讲安尼安全啊，对像那迄首歌是马念先老师写的词，是。确实一个拢咧做布袋戏音乐的老师是，对，孙晋凡，孙晋凡，敢无这个名？敢是嘛？进前是某某文化，因为我知，所以这3首歌，对我来讲，因呢台语的迄个韵，拢已经做有味啊啦。是，对，所以我刚刚讲，像你很多讲的，有的人可能等到音迄种的，是。伫我这边，我就会小看要安怎去调整。是，你有做最后的这个诗歌就对啊。有时我们本身要讲台语，所以有时伊的迄声调的可能家己去研究一下安尼。这款的作品有的特色就是伊可能有一寡较熟悉，包含语言方面、音乐方面、台语歌的过去，这款的人甲较现代的、较新的这款的人结合做伙。对啊，伊有可能南到尾啊会变成安尼歪国起错，但是伊嘛有可能南出一个拄好的路线，一个新的路线。因为这几条歌对互我这款的感觉，都是像咱刚讲，伊毋是伫上新的迄边迄个感觉，但是伊嘛毋是传统的歌，内底有真济，我才用现代性来去形容。搁较新的歌可能定定有一款，伊嘛是伫试，或者讲伊伫做伊家己，可能甲台语歌本身无伤济关系。这个歌使用什么语言对伊来讲毋是上要紧的，有可能是安尼。这甲台语歌本身是无完全共款的，对无？所以这3条歌对我来讲是真趣味的代志。但是你敢袂烦恼讲，这甲这个商业性之间的冲突？对我来讲，本地就是音乐就是爱去耍嘛。对啊，只要你感觉你的耍的范围无去违背你，譬如讲一寡话题。有时你讲秀蹦，其实伊咧讲的较像。较像的歌，对啊，简约描写，毋过伊毋是直接讲的，是，对，伊嘛是有小可擦边球安尼，只要你伊莫违背你这个人的形象伤济，其实我拢会当接受啦。违背你的形象是差不多到什么程度？你认为是违背你的形象？譬如讲歌词内底有一寡三字经迄种的，我可能无法度接受啊。因为毕竟我对我来讲，你出一张唱片，你嘛是咧教人安怎讲这个语言是。有时是囡仔会听这个歌啊。那呢？你伫看有一寡人伊的歌词内底，就是有足侪一款物件，时你的感受是啥？来，咱来牵古罗南一个欣赏。我嘛袂讲，袂去对啦，欣赏尔。照你拄仔讲，应该有做教歹囡仔大细，敢是？有时我会想讲，安尼敢对，敢好，敢好。所以你伫这方面，你会行一个较保守一丝啦，迄个角度。重点可能是内底音乐的试验性，或者是主题要安怎去互较水。比如讲，咱要讲情欲描写，要描写到什么程度是文学，描写到什么程度是伤过头啊？对啊，所以这内底你家己有一个你的准则的程度。我的团队嘛会去准则。伊嘛拢会替你先查落来的对啊。你敢袂有想讲想要做一个更较出去一挂的？
打较大步，大家你的这个团队同事啊，这个人拢会感觉咁好诶，这个程度的歌。我感觉是曲会当。哦，你会为曲来去做变化。毋过词嘛是爱小可去杂一个。比如讲 rap 啦，这款的。对啊，音乐性迄是拢不要紧。对啊，毋过若是讲词这种物件，我感觉着爱特别去要求。但比如讲，咱拄仔讲到 rap 这个物件好啊，伊就是带有一款社会反抗的这个特质。伊内底定定有真侪较直接，或者是较粗鲁淡薄啊。其实有当时是伊用一个快乐伫咧对抗社会的真侪伊看袂过去、看袂惯势的代志。对啊，对我来讲，台湾有台湾的味啊，是，对啊，迄是西方一寡方式嘛，所以你会使直接，但是无一定爱用重安尼。相对伫这方面的希望较婉转淡薄的人，迄种感觉就是，譬如讲你即摆看一寡网络，一寡新闻，也是一寡影片，拢讲一寡较重咸啊，是较新三色的一寡话题。我拢会想讲，对啦，恁感觉讲安尼做直接会当安尼去做这个代志，是，毋过你想到后一代。看到因会安怎想，这是一种教育嘛。无紧，因拢无伫看新闻，因咧当伫背迄个 TikTok。啊对啊，就是安尼啊。够较嗨，有啥 TikTok 嘛是够较嗨，迄内底够较嗨。咸的啊。你对这个议题性的有一款家己的准则对啊。对，这是我对这三条歌的家己的感觉啦。伊其实一直有伫掠一个家己的位置。但我感觉这嘛是一个。我其实自开头一直伫铺排的这件代志，就是技术这件代志。其实你自细汉学唱歌嘛，所以你已经练习真济，包含嘛拄着真济老师的看教嘛。对啊，所以你的技术啦、美感，我想对你来讲已经是有法度讲，你要自由去准则收放的歌手的程度，就是你今日要表现成什么款就是什么款，因为这就是像你讲的演戏嘛。对啊，这就是演一场戏。这个专业的演员该做甲到应该是什么款就什么款，对不？演唱。毋过相对来讲，伫你的专辑内底啊，大部分过去到当拢是，就是大部分其实是你唱别人的创作，词啦、曲啦。虽然你嘛有家己的创作，但是比例上来讲，其实是别人的物件较济。对啊。那咱都过去看对照着，咱拄仔嘛讲起着，这几年真济出道的歌手是。唱家己的创作为主，这两个其实是无啥共款的。你个人安尼看待这个警察？其实基本上我感觉有即卖一寡乐团若好啊，是讲一寡歌手，可能是本来唱华语的，转来唱台语的。我感觉迄种是一个做好的代志。对。啊，毋过像阮咧做唱片，阮会去问讲一寡写词的老师，比如讲武雄老师，我会问寡譬如讲这个词内底有安尼讲法吗？安尼会当成立吗？是，阮会先去问。是，因为像你讲的，有的人可能要唱家己的心情，是家己的故事。就是迄个专辑其实就是伊家己真济拢有即款的表现的方法，对吧？对啊，毋过我会感觉讲，我较 care 就是电抖音的代志，你就 care 这个代志。因为唱起来你会变成另外一个艺术嘛。是。所以我每首歌若收到的时阵，我会先家己用，先听 demo。若音怪过，我可能会当改无，甲做 K 老师就是讨论一下安尼。我对这件代志嘛真注心哦，定有一寡专辑啊，或者是这个访谈的邀请，我都会去听伊的歌嘛。拄头啊，我的做法拢会是，我袂看你的任何歌词啦，袂看里面，甚至我会伫车顶放，因为我逐工赛车赛足久的嘛吼。伫车顶放，佮互我听着电抖音的时阵，我点一个，我定用点着迄个感觉，点一个迄个感觉先，我就想啊，袂使练安尼的情形，就是因为你无都听足清楚嘛，你车顶放，你佫会注意到即个电抖音表示伊的影响足大。对我之前捌。接触一个制作人，伊是曹俊宏老师，伊写做一歌嘛，制作做一个大牌歌手。我嘛有拄到这种电抖音的代志。伊讲只要听有，莫落差伤大，变成另外一个艺术，其实拢会当接受。我会当认同这件代志，对。有的是真正电抖界，你会想讲，是这句话到底是在讲啥？就是像你讲的，我可能我唔免用，我无咧看歌词，我想用听的，都会产生这款的误解，对吧？对，点着，去点着，你就知影讲啊，这一定是有问题。是，
所以你对这个歌本身的完成度会有一个要求。歌手出唱片有阵时咱嘛会知影讲，哦，这个专辑听起来伊的完成度到什么程度，可能爱完成度到一个程度，我才会认为讲，哦，这可能明年想要，还是讲今年想要参加金曲奖。较有机会淡薄啊，完成度是一个就歹解说的物件，但是就是就为这个就有路的所在内底去听出来的嘛。对啊，当然你有家己相对较完整的团队，有法度做伙去把握这件代志，所以你每一个专辑出来，迄个完成度当然相对就是真完整的，完成度真悬的。不过其实你家己嘛有创作的才调啊，因为你嘛会晓作词作曲，你敢无想过讲别人做的当然嘛真好，但是一块专辑有一块专辑是完全你个人的创作。哇，可能要等30-40年吧。我写物件毋是迄种随时会当马上写出来的迄种人。啊，无你爱先求神拜佛，啊，食菜3个月，先开火吧。禁欲啊！哎呀，因为我写静心3个月啊呢。因为我一定要有一件代志，互我接触到，有一个灵感啊，有一个灵感，有一个感觉，我才可能会写物件出来。哦，伊若讲我平常像武雄老师呢，直接写出来，我感觉是一做厉害的代志。你讲一张全部家己写歌的唱片，应该是就困难的。这对我来讲嘛是一个较趣味的观察，就是无同款的人伫咧表达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讲。有真侪咱刚讲的迄款以家己做出发的歌手，其实因是相对较敖去消透家己心内所想，我甲我所想的甲写出来，用无同款的方式表达。有的人画图，有的人写文章，有的人做成歌曲，想要互别人知影讲我的人生的代志。其实你看这个歌有真侪嘛，拢是小小的代志尔。只是人生一个向一个感悟，或者头毛家底啊，或者去车字啊，都是安尼啊。可能一个小小的代志，2-3句话啊，伊可能发展成一条歌。但是你会真注重讲要安怎去甲迄条歌爱非常完整，伊无一定是爱讲出你心内的想法。我定会感觉你敢若会搁较敖去掠别人的想法。虽然咱开头有讲，我感觉你是真实的人，你感觉好耍的物件，你会愿意投入会做伙去互动。毋过唱歌这件代志，会有一款你足够唱。你本身足够唱，所以每一条歌拢足好听。我就想要知影讲，你家己你看你家己的时阵，敢会有这款的感受？比如我是一个较无法度讲出家己心内想法的人。我可能较敖去掠别人的想法，比如讲作词者、作曲者来，伊的故事出来，伊的歌出来，我感觉哦，我知影你想要表达啥，所以我会使做出这个感觉。你敢是一个会去表达你家己感觉的人？看款代志呢，比如讲。这款看款代志，我听起来就是一种风味啊，对无？我为你身边的人为你的宣传甲经纪人，我看伊都偷偷地点头哦。工课上的代志，我直接讲。嘿，按到生活中的代志，我较袂去讲。你的感受啦，比如讲今日有什么代志，互你感觉小可实际，还是对什么物件有感觉？无啥会去讲出来，无啥会讲。譬如讲，即马手机方便嘛，安怎会当翕相？其实对我来讲，影相是一个当替我讲话的代志，的一种方式。安怎讲？我毋爱用家己讲，还是用字写。譬如讲，我今仔看到一个药啊，代表我今仔的心情。但是你袂讲，我甲翕起来了，放伫咧 maybe 社群顶。我会放伫社群顶管。你袂解说？我袂解说。所以你的歌袂去看你打的相片，基本上就是一款。逼签诗的概念哦，伊今日这个旨意可能是讲，这个翕到一片叶啊，可能是心情，敢若可能秋天叶啊落落来啊，啊是安那，什么一个人解读拢无共款啊呢？表示讲你无想要解说啊。我嘛袂去解说，我袂去讲家己生活中的足深入的代志，因为我感觉迄是我家己的空间。唱歌本身就是已经伫做演出啦，伫做这条歌的故事，这条歌内底设定好的演员。但是你家己生活中又搁无去表达你家己，你敢袂感觉有问题在内底？其实还好呢，嘛袂，因为我家己知就好啊。比如讲阿爸过身的时阵，后来就是上节目卖，真侪节目讲起着阿爸的代志嘛。对啊，我感觉你拢是一直是一个真稳定的人，就是伫咧表达这个代志的时阵，因为接受啊，接受你认为都有法度是
自然讲出来。因为我感觉我袂一直用足悲伤的方式来讲这个代志。因为当然你想到要讲这个代志，你心内嘛是会小可会艰苦，迄种一定会。不过对我来讲，我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是，我袂是甲悲伤放伫即件代志内底。迄种情绪我感觉无必要啊。我之前伫访问的时阵啊，就是伫电台节目时阵，我就伫想讲，唱歌这件代志，因为你长期其实一直拢伫唱别人的歌，所以你的技术真正是非常之好。但是这个技术好甲创作是毋是同款的代志？我想一直伫思考这件代志。后来我一直伫听这个歌啊嘛，甲你开讲了，我家己会感觉更较成功。在唱演员，咱拄仔嘛一直伫讲演员这件代志，就是演出本身就是一款要选择安怎演出。这条歌要放偌济开力落去，要用什么款的技术？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创作，就是无完全讲这条歌创作者做好了，就是伊的物件。就是唱这条歌的人最后决定安怎做，这个过程其实本身就是创作，所以伊会嘛有可能去包含一寡你家己心内所想的代志。比如讲这条歌今日若是互别人唱，认好这条。今日互别人唱，伊的解说，伊对这条歌的解说甲使用的技术，伊的美感可能都无共款。因为对我来讲，我的声音嘛是一个乐器。是。有啥去听？比如讲，本萨克斯风的老师，是，伊虽然毋是用言语讲的方式，毋过你听伊咧分的时阵，伊嘛是有一寡情绪伫内底。是。对。咱当讲的毋是款下弦啊，讲我感觉好台湾，我感觉这个音共款，就是大家就是有阵有一段时间对，跟他讲话迄款下弦啊，跟他讲话，毋是迄款的，是音乐的表达，其实嘛会使袂输讲话共款安尼。对。所以对我来讲，我感觉我的声音嘛是一个乐器。我嘛有家己的个人的情绪伫内底。是。对，毋过这是我对这首歌的一种看法，的一种决定，是，就是一种创作嘛，是。对，我较早有当时会感觉讲，伤过熬唱歌的人，是毋是家己包甲足完全的，就是讲我有法度扮演这条歌需要的角色，互人看到好。甲当爱真侪创作的歌手必须表达家己嘛，无啥共款。毋过后来愈来愈侪即款的对谈，我开始豆仔嘛会发觉讲，其实无完全是安尼。这个歌手是用这个美感的选择、技术的选择去表达家己。我后来发觉变成，所以你比如讲，这一路过来，我发觉讲，你就注心这每一条歌到底要安怎会完全。迄个完全当然毋是每一条歌拢爱十全拢是全是美安尼，就是你到底想要表达啥，一定爱有达成你想要表达的代志。最后完成啊，这是一个共同的作品。都无搬演的问题啊。以前我咧比赛时阵，捌做者是表讲，哇，你唱啊足好诶。无减一味，我想讲减一味是啥物味？就是感情情感的我怎唱会出来？对啊，这个物件无法度，你讲数字化，我要安怎去知影？毋过这就是甲你的人生、甲你行过的路、年纪有足大的关系。你一定要行过遐个路，你才会当有种感觉。譬如讲，这几年我咧唱歌的时阵，有真侪人讲，哇，你即马唱歌，那以前的歌起来即马互你唱。佫无共款，你都无共款。你的技术可能其实拢已经早就真好啊，早就真完全啊，一定有遐个基本上的分数啊。是，只是讲按即马要安怎去表达，这个情绪。这拄好，因为你特别有演唱会嘛，8月8号阮演唱会，嘛唱着真正的歌。对啊，我感觉对去听演唱会来的人来讲啦，有听这集你拄好就会使去对照这件代志。伊伫咧当年 CD 内底所唱的同一条歌，到你当伫现场唱出来，到底精差伫倒？你听得出迄精差，就表示讲，这个人真正是活跳跳的人，是伫变化的人，是会透过唱歌表达感情的人，不是一个单纯100分的演员。因为后来甲舞台啊，或者物件接触较侪了，你会发觉讲舞台剧或者是不管传统戏剧、现代的剧场拢共款，这个演员其实是甲感情投入去内底，迄毋是单纯讲我当会使
伫遮什么打一个镜头滴几滴目屎，技术做甲足好安尼尔，是伊的感情真正是有放出来，放入内底。所以我最介意唱现场啊，因为现场你会依照当天的心情，你发生的拄到的代志。所以你就袂烦恼无完美这件代志，无啥物是完美的。对，我们较有人味的感觉。对，这是我较早较无法度了解唱较足完美的歌手的时阵，我定定有的疑问就是：啊，这个感情是你的感情是无？还是演出来就是大概你唱100摆拢共款。但看来其实不是安尼嘛。对，变成讲这个歌，大家一直听，甚至去听演唱会，上大的价值就是这，就是这是一个人在唱歌。这趣味。既然讲到这个演唱会，先说互大家知影演唱会消息，好不好？对，伫咧8月8号88这一天是下晡3點10分。1510嘛，这个时间伫细粒卵嘛，小巨蛋，对，你讲小巨蛋的小巨蛋来演唱，希望大家当来听我唱歌，去唱歌，带大家去唱歌，讲着带大家去，带大家去听歌啦，讲着带大家去听歌这件代志，拄好有一个我想要甲你讨论一个，这甲歌本身可能无完全直接的关系，真侪人伫咧访问的时阵吼，你。因为比如出专辑都是定定爱上节目嘛，对啊，拢会讲起着伊的阿爸阿母啦，伊的时大人真介意你的歌，我定定放你的歌。我讲当然这是真好代志。你敢会想过这件代志？就是讲啊，少年人咧，囡仔人咧，因为咱知影讲，你若有小可注心着社会议题，你发觉讲台语诶，囡仔晓讲台语的比例，当全无甲7%，对啊，所以你的听众。遐有会遐人会豆啊离开，这是无法度的代志，咱来面对的代志。啊，新的人咧，因为你当唱15年，但是你去看你遐先派，毋是15年安尼伫唱的吼，是过落的15年。对啊。他其实啊，既然唱歌是，你要讲是职业嘛，无毋对嘛，就是大概你这世人就是这样伫唱歌。后壁的人咧，新的人伫代，你敢会烦恼这个问题？我感觉迄是教育的问题，因为我嘛感觉讲即摆学校有咧教台语课，是啊，毋过厝内底的人基本上要去讲台语真正足少的。啊，毋过我的听众有时啊，即摆有一寡人拢会播一寡影片，譬如讲差不多4、5岁囡仔有咧听我的歌。是，然后开始练我的歌唱。就是甲你细汉时阵共款讲唱，啊，毋过至少我感觉讲啊，这是一个足好的代志啊！当然是。对啊，还有我譬如讲即摆少年仔我去甲做一个团合作，我感觉这嘛是一种方式啊，甲探出口仔外。对，探出口仔外，毋是讲我敢若唱我要唱的这个歌，是，我嘛当甲这个无共款的乐团。也是音乐人做伙合作，对，这嘛是恁当初是伫做这个决定的时阵会去思考的方向，或者讲有考虑过这件代志。其实真侪，你讲这种合作，阮是无想到后壁会发生什么代志。但是你去试看卖无共款新的物件，试了再讲原来即马有足侪少年仔会听安尼的歌啊，伊效果是啥？对，效果是啥？比如讲我家这边度，我真注心台语的代志嘛，那么全台语开讲啊，你嘛。自头至尾主要就是拢出台语的专辑嘛，你敢无考虑过唱华语歌？反正你的唱歌的技术技巧基本上，你什么歌应该拢无啥问题。应该是讲我擅长的就是台语。你今仔要去唱华语，迄是另外一个代志啊。对你来讲是安尼，技术的方面的代志。你认为这是技术的精差，还是你对这两个语言的感受的精差？应该是讲我已经唱台语。已经调底啊！你今仔要叫我向唱华语，我要调整一下。是，你家己真正感觉讲会使搁较自由，而且家己有法度把握的这个环境安尼。对。我毋知呢，因为我家己当然看到真侪无共款的歌手，这几年有真侪人本地唱华语，但是也出台语专辑。对。这当然可能甲政策的推销有关系，甲补助有关系。我感觉这拢无什么无好的代志。是啊。本地咱就希望台语歌会愈来愈多元，愈来愈侪人介意。过当然咱嘛开始会听到一寡声音是讲
打的歌，敢若这当嘛对照着头前你讲传统歌这件代志，就是敢若愈来愈无像台语歌。我当然咱无法度直接去定义啥做台语歌。毋过我确实也是期待，比如讲你有一个遮尔十足遮把定的功夫，去表达台语甲歌的关系，这件代志，人共款伫咧即个市场有一个地位，有一个互人注重的即个身份。因为迄个真正好的物件，毋是讲其他物件无好，是伊相对完整嘛。你的物件迄个完整度真悬呢。所以我希望即款的歌共款伫咧市场也是会使继续留存。大家要介绍歌的时阵，除了你要经真侪趣味主题以外，其实嘛希望大家咱听友会使甲别人介绍歌的时候，会使介绍到像即款。我唔知要安怎去形容这款的专辑，就是伊就是为家己的存在一地，别人敢若下袂过迄地，唔是遐简单会使下会过这款的专辑，互咱听到会使唱甲安尼，台语歌，互你会安心的一条歌，迄个感觉，我唔知要安怎去解说这个感觉啊。但是大家尤其是比如讲咱听友，你若是。甲我家己看资料啦，敢若甲我共演的人较济，我的听众可能会感受会到我伫讲啥，就是听到这个歌，你一定有伫细心的物件，但是袂互人有规头拢是疑问的。对啦，我袂使讲伊毋是台语歌啊，袂即个感觉是对就是我开专辑有即款的特色，所以我也是希望讲大家会使去当其实串流平台拢真时间。对。希望留点歌去听，去感受一下。咱最近可能这几年听到足侪真新的嘛，拢真好，拢真好的台语歌。毋过有一寡滋味，我感觉真正都是，毋是遮侪人有法度有的。希望大家使来去听看卖。咱今日时间到这嘛，特别差不多咯。最后，我有一个这个 ending 我的 ending 小较长，所以。因为我大概拢是很念的，所以我等下伫你面头前甲读出来，互大家。好，所以讲是阮最后的收尾啦，好，毋知大家对这集的内容什么款的想法呢？这集听了是有介意的，什么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到各大收听平台留的互我。嘛，希望你使落后的立分数，阮一寡鼓励甲支持 Facebook、Instagram， 就是特别你讲台语嘛，使看到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若要互较侪支持，使点下赞助甜面香寄付点名点的听友，欢迎你点下小脑袋，就是随便开赞助连接网站后，互阮较侪鼓励。那安尼，咱今日特别到这咯，各位拜拜，拜拜。心所爱的人，这款情意你敢不知影？爱是地路，我的爱就大声，全望你详细听。心所爱的歌，全部拢是真情的描写。我的迷茫，心所爱的人，这款情意你敢不知影？爱是地路，我的爱就大声，全望你详细听。心所爱的歌，全部拢是真情的描写。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寄付甜面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车拉黑车拉、阿莹、张文珍、瑞琪、王淑贤、伊文、阿文、Arthur 阿川、永川、阿里高瓦、尤里、吉林乐、TT 哥、
无论是长期福金寄付，也是经已通换新加倍斗助阵、挂金添门面的天兵天将听友，感谢恁实际支持。有缘阁较有信心，伫这条路勇敢滑步。